佢好清楚，上帝同佢講：呢度有張白紙，你喺下邊簽個名，將你嘅一生全部完全奉獻俾我。白紙嘅話，記住啊，咩叫白紙啊？各位，你千祈唔好同人簽啊白紙。你簽咗名上面寫乜都得噶嘛，啱唔啱啊？我哋通常簽名梗係睇佢寫乜先簽噶嘛。白紙即係你真係賣豬仔噶嘛可以。佢話：上帝，我間公司又未掂，我老婆未掂，我兩個仔同我女又未掂，我爭落咁多債，點得啫？上帝話：你肯簽名，肯將你生命完全交俾我，其他嘅嘢你唔使理，我會幫你理。佢嗰陣時係每一晚要食3粒安眠藥先瞓得。佢最後尾決定簽咗之後，佢話俾我聽，由嗰晚開始，第二個神蹟，佢唔使再食安眠藥，瞓到覺。